新竹永林的华龙村松竹生产厂，青岛总督的是有18间的茶厂哦。民国76年起始，永林农会开始推广回利工，也经济效益是种茶的首批，古所茶叶已经以丰富的茶叶消失的。老茶厂也路关门呢。不过为受到保存，也个国有当地基业的老茶厂，当地居民路实前来抢救，提归建做传统。几道食材韩国系居民自家种嘅，按有故事嘅意见传统，今年还本中华美食交流协会先做100台美食传统，同时也加个还提供土壤技术的主文，韩国公共资讯也到每天人是得对呀来认识路疗行。见到礼拜6日，總係要動動銀客來了送氣球，接入本廠三貨調出嘅路隨不解通了了，都係動動銀客好點嘅客家菜。唔是來個了，食了菜哦，感覺到真得意，唔會強鹹，當適合普通大家人嘅佢用嘅口感，為了食得的。เราไอ้กิจจับชงไห้เราไอ้คนช่องอยู่มาฮะเราที่ของกวางนี่นะยุสักกวางอย่างเราไอ้กิจจับชงหำต่างอยู่กันมีถอด出来ฮะมีถอด出来我哋唔記得係點商場我哋人เราไอ้คนช่องอยู่炸過一下ฮะเรากิจจับชง下炸過一下ฮะจัง用飲素粉我哋ฮะ因為老菜不知當嘅老菜不是我哋咧啲村民咧到唔明啊，自家曬嘅哈，一種병已經50年咧，一般老人家專門做一樣裝起來哈，我哋是老咧村民咧到賣哈，也全部병已經50年咧，攏烏咧，所以煮出來甘的當好食。村當都嘅食材，無論係鹹淡、刺激嘅青菜，也係食起來都是啱嘅改判，但都係村民自家出產嘅。還有主南茶司機，從頭嘅在地貴茶嘅銀行來食。這個採用自己種的啊，按該自家修的，這個菜做當道地客家料理不錯，真的，我們都會常常帶客人這邊吃飯啊。它那個雞的話，真的很甜，很好吃，跟我們一般的話，那個肉雞的話沒有味道哈，那差得很多。而且他們這邊配的料有沒有？像這些菜來講話。哇，我們真是外面來講沒有吃到這種很好吃。咕嚕咕嚕，來，咕嚕來，吃飯嘍！咕嚕咕嚕，來，咕嚕來，吃飯嘍！上到主台主將嘅價格慢散走，轉同兩台牛食起來自然就當 Q 當性啊。我記得雞按黃金土雞哈，黃金土雞，因為佢嘅雞肉本身肉個當結，按個皮。當盤好食，甜度也高，所以我哋專門選擇啲隻雞嚟做，啲春湯嚟煮嚟雞肉用雞樣嘅。咁咪講應家庭教育嘛，3香家啊，2香家啊，嗬，家咁食出嚟用唔算多一些，嗬，是效果嚟樣嘅。見到啲阿媽種菜嘅老人家就會開始出現啲催人，村咗當嘅青菜。東道都係幾多種嘅？依家村堂嘅人係咩啊？我仲要嗬，係人行來説嗬，前行我唔會講，自家是嚟菜嗬，人來全部冇叫肉農藥，大家人行來説嗬，要當本地講係啲圈係人種嘅菜，本地係菜係啦，因為菜唔會掂到，唔會面的。頭擺種嘅菜係食唔得，我本地人啊，本冇種菜嘅食。你也有川湯是做得加咁難，是做得多少數呢？要收費。佢哋種菜個唔自家食嘅，切哋冇叫農藥，到佢自家感受，呢啲都切安全嘛。所以有好多講哦，佢喺出面種菜，佢特別愛食啦。係冇那個，所以佢哋是我當時講哦，按做法你就等於個當適當好，哦，本村民只機會。如果是個唔帶搶係食菜，
两间村堂透过其实还是跟路差虫，没见住呢路了巷嘅产业变化。就嚟建茶廠啊！嚟建茶廠因為對陸地行嚟講，佢已經超過90年嘅歷史咧嚇。咁佢係對民國80年，因為陸地行茶冇睇咧嚇，所以佢慢慢咧是收起啦，轉變到兩啲係村民嚟做下來做嚟一間村堂。路了巷早期茶葉貢獻都好，細細只隻種頭茶廠除咗18間。講不口到當年到60年間有冇嚇？陸地行最多茶廠些有18間啊，大大細細。喺嗰陣時講陸地行人咧嚇，幾乎大部分人是有講茶人啊。馮耀龍講，民國70年變嘅，用林農會開始推廣回地柑，種回地柑經濟後者係種茶嘅適配，所以天天嘅茶葉肥體、茶葉消失，茶廠當然咪冇生意做唔下去。所以佢哋94年嘅春茶做起之後，其實上到嚟間工廠嚟賣嘅。所以啲人我目前都喺啲度看到，你所有嘅食品全部睇到。是係兩間配連路了行業與世紀嘅綠茶廠就動到機制，村民唔盼啲綠茶廠拆體，所以發起搶救。收費中是按上講350萬，啲兩間嚟做了合作社。啲村民實質嗰陣時是到860萬哦。居民和大家呢，用香港所有銀行來了，連見面點都冇問題，然後他們民生問題是個大問題啊。在下巴在開理監事會時間有冇？是有講啥？你敢是提出來講，偏僻的花龍村用你社區嘅名義來經營一間小小的餐廳。除安樣，村民窮下掉股，攞兩間本單位廢棄嘅綠茶廠票下來。不過村民兩擺叫綠茶廠唔係挑住擺。民國62年，茶廠是出火燒嘅冤家，兩下還看到清清楚楚。嗰陣時，貴族挑嘅人都表態守行嘅工作，窮下來叫。當做茶時，摘茶時，茶農茶交過來，但是佢因為火燒工廠冇法做，所以呢，全村村民表下來，那佢田數清兩間工廠，全部按牛老桶來清，清了之後1禮拜後恢復生產。正好個後喺擴大經濟規模，對屯樂嘅外表就看得出來。本單長年就賺了嘅屯樂，加速加高個後2026年，啲安用之家就提出時空背景嘅空間都市盤，貼協助冇強弱嘅減少。所有早餐對起來嚇，都當然表，等到家私好像賣出去。所以佢哋全部啲特別嘅茶呢，是因為全部小外營銷，完全係外銷茶。喺到差不多70年間呢，其實轉變過了做日本茶，日本茶些個日本東行，啲台灣嚟嘅，我哋綠茶，做綠茶些呢，所以佢要加雜嘅流動起來。本單嘅茶廠空間係寬大、冷冷綠綠，內間迎合為主，幫門加起嘅兩隻大空間，製造好事做事嘅兩條大型田座。唔過北航透露個數字好，村民就線上嘅搶救綠茶廠。為再建造村堂，實都到動到困難。都是經費的問題啦，所以而且客人也沒有很多。本來那想誰業的話啦，忙啲建木建台，我要安排村堂有冇？現在也蠻難經營的啦。但是剛剛心態講，投資沒一定會賺錢，就像玩股票一樣，讓到你那有了，不過輸太咧也只能這樣子啊。做條路全部嘛要風險嘛，要總係應講冇那種10成的把握啊，係啊，是他這個是放心做人一起看啊。好得兩下天天嘅問題呢，除了創建生意，因為空間大，所以地方行像係通化子、海地街嚟到大型發通都被啲兩幾盤，係那兩位咪係銀行來路了行填出為建國嘅點。你呢間村堂是代表綠地行嘛嚇，綠地行所有遊客落嚟嘅，呢是只從呢講只接待中心咗，落嚟是只門口嘛，落最下落個綠地行是多呢間村堂，所以任何事情，遊客都有呢些，幾天咪先到呢間村堂，因為呢間村堂又有個景點解說啦，又有個簡介嘛嚇，所以簡介全部有嗱，嗰啲為咱解釋講，落綠地行是哪位地方。為什麼會有做這種的石頭鋪？如果下大雨，和他因為住習慣了，下雨他會跑到那個石縫裡面。對，
对。哦，水大的时候，水归水，对，它会躲了，但是说完全说躲起来是没有，有些是还是会被冲走。冲嘅好把水冲出大自然嘅節奏，路了巷嘅生態豐富，就下係村民窮下受雇嘅辛苦。扇不宜保持原來的人那個扇莫芹才開發，因為開發的時間又開發時會又上開，所以來到路了巷時專門看原來的山啊、水啊、山體。李思東叫嘅路了巷除了自然，人文風景當然係那正人。從係貴州頭白果草、大細構築故事嘅白公蝦，也係做貼片風格嘅古蹟建築中部火風。這個就是他們鍾家祖先他來台開發的時候，第一站就在這裡。以前他這裡那個前面那些堆地方都是做茶的，因為以前做茶都是手工嘛，不是很機械化。養豬啊，養什麼啦？養一些東西啊，那上面就人在住啊。這個就是以前人。客家，然後那個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子嘛。哎呀，底下是養那個。這是純屬客家，你看這個就知道。我就說這個外觀看起來是雙層的哈，我們到三合院裡面就是變成三合院。就是依那個地形啊。我覺得很難得啦，因為一個社區能夠大家集合起來，然後把一個社區弄成這樣子，感覺上不錯啦。這個古宅啊，他們原本住在這邊人，他們能夠慎終追遠的感覺。哎呀，這個以前如果說住都市人根本不知道這種東西啊。這算早期的一個建物啦吼，咱佇這個時代吼，因為較少看到吼，看到這感覺真神奇啊，真好，感覺真好。這個遮好的物件吼，照你講是講吼，咱其實吼，若社區有經費，還是咱個政府吼，愛補助這個，甲這個古早物件，甲好好啊保存，甲裝修啊吼，用好吼。個人吸引較濟人來遮吼，來遮觀光啊。聽上一輩的人說，這師爺師娘資源在那邊，我們河水比較滿的時候，他們說下大雨的時候，那個師爺師娘會這樣浮下來，會飄上去哈。特別是唔知乜嘅，我導覽乜嘅，唔知講你喺路了巷有乜嘅好料哈。加入社區嘅些，慢慢去了解，慢慢去讓開始嘅些咪唔知樣。方面是見土人他見看，慢慢去了解人。為發展休閒公共，天朝為主限制了困難，路了巷人限地嘅大病。不過，兩嘅年輕妹係農村度無形限個無價嘅資產。本單乜那皮到差用嘅綠茶蟲，再現做春湯。轉現做年輕人認識路了巷嘅門戶，講變咧其實沒冇變，繼續講咧路了巷嘅故事。